转型正义甲咱的成果有啥物牵连呢？为着要让民众了解过去的历史，用过去的经验来看即卖社会问题，罗河文教基金会举办规套的台湾新文化讲座，望甲民众来做伙来探讨文协精神，替咱的台湾到底留了啥物款的民主资产。百多年前，台湾各地知识分子成立台湾文化协会，协会留落来自由、民主、平等的精神，参转型正义有相当的关联。乐和文教基金会举办一系列新文化讲座，不少少年辈拢来参加。但我们现在回头再看过去的事情，然后向过去那些甚至已经不在的人说道歉，说对不起，这到底对现在有什么用？其实我也是一直真的很想知道。就我身边确实是没有政治受难者的家属，但是我觉得就像是刚刚杨慈老师在讲座中讲的，我们如果要向前看的话，我们就要先向后看，看为什么今天台湾会是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现在在历史中定位如何。学生表示，学校的课程拢有接触到转型正义，虽然过去发生的代志因无参与到，但是即阵的生活中嘛有值得思考的问题。我觉得离生活最接近的一个部分，应该是政党政治的部分，因为比如说我们在不管是餐桌或是家庭的对话之中，大家其实都对这块避而不谈，因为我们知道只要讲到这块，一定会吵架。转型正义内底讲的就是人权嘛、自由嘛、民主嘛。对少年人来讲，人权、自由、民主，就敢讲因出世，就呼吸到的迄个空气相像。所以当因知影讲过去有人无人权、无自由，无迄个平等的时阵，因就感觉讲迄个代志是唔对的，所以咱应该爱争取。这系列文化讲座是去年底由林兴哲医师发起，邀请到乐和文教基金会、蒋渭水文化基金会、杜聪明博士奖学基金会做伙办理。今年由乐和基金会主办，伫20241月进前，逐个月拢会有1、2场的讲座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